但我也不成功，腦袋都要下重工。裝修了100天，已可以鬆動，裝修過先至知，我都有心血需要。每個日日需要變遷出可笑，你會着電穿，應該怎辦？我半日夜在穿，我也不該要怎算？時光自發覺最差境況會有天中斷，8時15分，請如10個口信。留下各種呼喝，但是我聽不清楚。被問更沒辦法等煙唱起，也就人捉緊節奏，我從右門中間宇宙確多相襯，純粹天意，但願勇氣我不介意，思緒變個水流通，腦袋可繼續放鬆。裝修了100天，已可以鬆動，裝修過先至知，我都有心血需要。每個假日需要。